拍拖11年嘅胡培慧同佢嘅音樂人男朋友單立文，終於喺3月28號結束愛情長跑，踏入人生嘅另一階段。兩位喺圈中一向都廣結人緣，當然就有好多圈中好友出席啦。佢哋亦都充當為兄弟姊妹團添，好似陳奕迅、蔡卓妍、容祖兒、側田等等就擔任兄弟團，而張敬軒、陳法拉、李亞男、韓君婷就擔任姊妹團，陣容鼎盛啦。喺下晝。不過單立文同埋胡培慧就透過軒仔傳話，表示唔想喺大家面前錫錫，亦都唔想接受傳媒訪問。等咗咁耐，胡培慧終於以一件米白色設計比較特別嘅婚紗同埋老公單立文亮相，非常之有型啊！單立文一向都以前衛見稱，估唔到佢嘅婚禮亦都係非一般嘅喎。最非一般嘅必定就係姊妹兄弟團完全係反串亮相。契細佬張敬軒固然係最幫得手嘅姊妹啦。每一張請柬都係阿炮哥自己。單立文有班好兄弟，真係為佢擋駕不少。除咗有 Eason 為佢朗讀情歌，側田亦都會喺台上大唱冧歌喎。話晒都係我即係爸爸，即係爸爸同埋大頭妹嘅大日子咁要 dress up 下。咁有冇準備到啲咩送俾你？我唱歌。我今晚點唱咩歌先？Let's Stay Together 嘅。係咪對佢哋有特別意義嘅？而家唔知喎，但係我炮哥揀㗎嘛。都係炮哥揀嘅。咁你會喺度都可唔可以同佢哋講多啲祝賀説話咁樣？係咯，希望你哋快啲生多啲咯，第時可以玩下。至於反串嘅 Joey 同埋阿 sa 就表示大家都冇夾過要點着。